镜头朝观众朋友来关心台美关税谈判进度。经贸办事处是表示，供应链合作、美国降关税、降232条款优惠这3项，大家已经有共识啊。但台美方安排总结会议。 已经年尾啊，2026较无一礼拜时间。不过台美对顶关税谈判为今年4月开始，以便年底前完成做目标。26经贸办说明，双方对台美贸易协议加供应链合作，美方调降对台对顶关税，也有232条款优惠待遇3大项有大概共识。当等台美方安排总结会议，双方拢希望达成贸易协议，也就是谈判也未定案。因为剩下没几天了哈，那美国这边应该有圣诞节的假期，我想可能年底没办法搞定，农历节能不能搞定？我想这个应该还会牵涉到美方。我再告诉。 经济部处长何进聪进前第二反应顺答，嘛留下证实年底前完成谈判机会无悬。不过经贸办解说，整体谈判进度会当分做2大阶段，为4月至7月底的第一阶段，因为美台逆差中有9成是半导体加自动型产品，美国半导体关税的政策还未定案，所以无法度谈判做总结。8月甲10的第2阶段，咱方主要以台湾务实甲美国商务部协谈供应链合作，也加相关税率的优惠，目前大概上达成 一定的共识。提供的投资是值的投资嘛？美国它可能还是看在量的投资的部分，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它为什么会有对等关税啊，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。 不过，面对未来局势，国内主要智库差不多拢乐观看待，普遍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在3万4 ，AI 也是支持景气的关键动能。不过，传统产业也因为失势，出口的表现有较差落来。学者建议应该要加速产业改做 AI， 解决失衡，以利台湾继续有 AI 的红利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